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峰的助理顺武。相信大家搁即个时阵听到我的声音，代表委员搁是外口咧走总啦吼。咱知影即马是11月中旬已经是下旬啦吼，所以剩50几天，咱就要面对咱台湾上关键的选举。那顺武一只嘛，就听众朋友讲过，顺武来一遍，就要搁讲一遍代志。要讲1000遍，要讲10000遍，嘛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嘛在你的朋友也是亲情讲。咱台湾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超过60冬以上，但是咱正讲民进党来执政，行这3冬外尔。阿扁的时阵，行阿扁行政院长，阿扁总统是民进党，但是立法院的上座数阁是国民党。所以正讲完全的台湾人做主，民进党的执政是这3年外冬。咱想看卖啊，60外冬，即个政府的体制。政府的运作、司法、甲司法官、甲真侪的思想，拢是党国思想、国民党的思想啦吼。咱用3年冬的，咱知影蔡英文总统拼死命咧改革吼，嘛去互真侪人骂，嘛为着人权、为着真侪代志咧奋斗。台湾已经慢慢咧进步啊，今年的 GDP 已经赢过亚洲4小龙做第1个啊。慢慢台湾已经开始真侪资金的回流。3年冬真诶无够，所以咱互民进党更较侪时间继续在咱台湾拍拼。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把安尼诶观念讲互你诶朋友听，讲互你诶亲情听。那顺武今仔要讲一个真重要诶代志，就是讲，即马网络有真侪假诶消息。顺武诶头家就是秀峰委员。即马网络嘛出现足侪即个假诶消息，也是讲，咱知影无？咱中华国民进党的委员拢真骨力，拢真侪摕到优秀的立委。咱想看卖啊，较早听到立委，就会想到待观察。待观察意思就是啥？讲伊一立法院就无认真，无咧做代志，无咧开会，无咧质询。咱毋知影选即种立委要创啥。较早国民党的立委是咱中华几乎拢是待观察的立委，无就是拢排袂着名的。但是咱民进党的中华立委，拢摕到优质的立委，就是讲秀峰委员嘛摕到3届优质立委，证明是啥？因为秀峰委员是一个专职的政治人物，专职的代表人民去立法院去立法争取物件，反映咱民众的想法，这才是专职的政治人物，无做过别的副业，嘛无咧趁别的钱安尼啦吼。所以他摕到优秀的立委，但是咱知影无？网络即马有真侪假的消息。嘛是修改真侪委员的图，去放出假的物件，大家人讲啥物无看到伊安怎？顺武虽然是伊的助理，但是讲实在话，委员逐工5点外就醒起来啊，就爱赶高铁去立法院质询了以后，争取了以后，佮赶转来在咱民众服务开会。有时阵台北中华来来回回一工来2、3届，为什么伊拢爱转来遮？毋是伫台北大？因为伊嘛要服务咱乡亲时代。这么认真的，咱讲有人安尼用一个抹黑的物件，一网络咧讲，咱毋通去相信。佮有大家想看卖一个真关键的代志。较早真侪的资源，国民党咧处理的方法，就是摕来办因家己迄寡固定的一寡活动。但是咱知影无？咱希望委员争取真侪的资源，是要办咱的少年家，亲自出去活动。亲子愿意等来咱中华，伊就愿意等来大，人口慢慢回流，这是真大的关键啦吼。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咱也是网络观点看到假的消息，也是一个恶质的文，咱就来抬掉检举，咱毋通把这个物件传出去。好，佫有真一个真重要代志，其实6个月外，咱一电台拢会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香港的代志。咱看到香港即马2个世界有名的大学，香港的中文大学甲理工大学，拢去即个香港的警察围起来，安尼在因的学生安尼迫害的局势出来。但是有真侪台湾另外一块的人，竟然是讲即个民众、即个囡仔是应该啊，等等的讲法咧出来啊。咱敢有想过？较早咱台湾正讲咧争取民主的时阵，是毋是咱即个前辈行去街头咧争取？
有一寡人嘛讲啊，你莫去争取啦，袂要紧啦，啊，甲咱无关系就袂要紧啦。但是因后壁咧享受的是啥物？享受咱前辈去争取出来自由甲民主啦。看看香港的，即摆咱看看咱家己，是咱台湾会发生即寡代志袂？所以，咱以即个代志来讲，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国会爱过半，即个真重要的议题。咱知影即摆的新闻，逐工咧报啥？咧报韩国有讲啥物代志？韩国有偌侪厝？韩国有啥物代志？其实讲较坦白咧，韩国有就是一个有钱人啊，一个有钱的人，加做家己真善，加做家己讲是一个平民共款的咧选举。啊，即摆人在伊的财产摕出来以后，伊就出来讲，无，我是咧讲我的选举是一个庶民、一个平民的选举方法。我无讲我家己无钱，哦，都迄个钱啦，吼。但是咱讲一个实在话，咱其实咧莫去插韩国语啊。咱爱台湾的人，咱喺思考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咱就是总统完全的投互咱蔡英文。韩国有讲的迄个笑话，也是讲迄个好笑的话，人就听就好。咱嘛就大来讲，韩国就是一个无老实的人，吼。但是佫一个上重要的是啥物？蔡英文总统今仔日啦选着连任着总统以后，佫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立法院。如果立法院的民进党无超过半数，这就影响着咱后届咱4年蔡英文总统要做代志，会去用白骹白手。咱时代，咱即马莫甲分讲，咱到底是台派啦、独立派啦，啥物一大堆的啦，咱莫甲去分析啊。咱面对2020年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台湾关键的时阵，不止总统爱互伊调，咱立法院咱民进党。吼，执政党等等来做伙变作立法院的上侪数啦，吼。咱讲一个上重要，区域的立委，咱知影有一寡较艰苦，无法度选起嚟的所在，民进党就甲一寡支持咱的意念的进步的人做伙去合作，像讲台中有即个洪慈庸，吼，啊，佮有迄个陈柏伟，伊迄区吼就是拿到底啦，有够拿，安怎投拢是拿，所以。咱就爱甲一寡进步的人做伙合作，会使把即个国民党的人莫互伊选好掉，国民党的人调愈少，让民进党过半机会愈多，吼，这是区域立委的做法。啊，咱像咱中华4个选区，咱若杀出咱民进党的人，咱就爱支持咱家己杀出来的人。但是，就算今仔日区域的立委全部拢调啊，但是咱国会无一定会过半哦。国会过半一个上大的关键是啥？不分区的立委，不分区的立委就是咱摕去投票的时阵，投一张政党票，政党票扣出来的票，就会决定不分区的立委会有偌济去做立委啦。但是咱看卖啊，香港的代志有啥物今仔特别要讲香港甲不分区的？咱看到国民党的不分区委员的名单，虽然伊有重新佮改过，但是。内底阁真侪有争议的啦，像迄个做过国军，退休去中国去拾中国的国旗行咧，甲中国人安怎去拍美国的迄个将军，伊嘛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安尼你有想过无？伊今仔日调不分区的立委以后，是毋是会把台湾的机密的物件带去中国去，对咱国家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咱爱集中的人的选票来支持民进党的不分区。有啥物要人来讲？咱知影有真侪较早甲民进党真好的团体，因为伊嘛要争取因的人去哩，所以伊嘛有排出因的不分区立委。但是，咱爱想看卖啊吼，今仔日你投即个政党的票，伊也无超过趴数的一个比例趴数的话，你投的票就甲废票共款的。迄个小党。也是咧小组织派出来不分区，伊的票无到迄个标准以后，迄票是无效的。啊，迄个立委嘛杀袂起哩，安尼变作国民党的会杀起哩，安尼这就害啊！民进党啊票少，人会不分区的起哩的人就少啊。所以，伫这2020年关键的时阵，咱是爱集中人的政党票，实实在在投互民进党。互民进党的政党票变大以后，不分区败的人才会多，而且人的不分区立委有考虑到原住民、少年家、劳工、啊，佮环保、医疗，
哦，佮有政治的专业，咱网罗真侪少年的专业的一人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内底，咱着爱会做代志的，有希望的做伙调入去立委。所以只要来听众朋友讲，因为咱知影有真侪较早甲咱做伙爱台湾的一寡团体，也是组织，因即马拢杀出真侪不分区的，有诶杀足有时啦、实习啦等等的啦，但是你爱思考一个问题哦，今仔日即张票，虽然咱知影讲即个组织嘛是爱台湾，嘛是台湾独立的一个组织，但是伊无法度得到台湾大数的人投票予即个政党。咱今仔10人即张票投予即个政党的话，伊也无超过迄个票数的比例以后，咱即张票就变废票啊。所以咱其中咱的选票，咱在政党票投予民进党，予民进党的不分区会使去偌济去立委、去立法院，咱就予伊入去。安尼咱立法院斗会使过半数，立法院的半数是民进党来执政，行政院嘛是咱民进党执政。安尼才是一个完全的执政，完全的负责。咱要杀啥，才会好杀。咱想看卖啊，顺我顶爱讲的，咱全部亚洲来讲，唯一即马无去互非洲的低温去目着的所在国家是啥？就是咱台湾。哦，咱看到韩国，咱看到菲律宾，咱看到越南，咱看到中国。亚洲即寡大的国家，也是一寡较定人要去的所在，会低。几乎拢有即个非洲的低温是遐去啊，但是咱台湾到即马，阁无非洲的低温在咱感染着。为虾米？因为咱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真有魄力，在这机场的管防做好，迄检查做好，毋互任何有病毒的即个国家的猪肉到咱台湾来，咱台湾的猪才袂去互传染着。听众朋友爱知哦，今仔这猪肉就算是煮熟的啊。也是做肉腐，即个非洲的低温的菌嘛一悬顶，伊煮袂熟，刣袂死，冰起来底会使冰起来，迄低温的菌去直咧，只要即个冰起来肉摕起来食，猪也食着，即非洲的低温就会摊开啊。但是咱台湾到即马，阁无猪去感染着非洲的低温，就是咱苏贞昌院长真有魄力咧，一机场一真侪所在，去用即个政策。把即个猪的代志顾好，但是你想看卖啊哦，如果今仔立法院的上侪数是国民党，也是一寡无介意台湾的政党的人一内底咧做，伊会知影讲，今仔苏贞昌院长用即个防范的数字的代志，冇用非洲的低温来的时阵，伊用立法院的决议，冇用安尼执行，冇用伊安尼做，冇用这法规的执行的话。也是讲，因另外去修改法规，讲让政府袂使安尼禁止的话，安尼非洲的低温就会传入来啊。所以，事务局即个立要在大家讲，行政院做的代志，虽然伊会使先做的，但是立法院会使开会去把因做的代志挡掉的，歹互因做。所以，真侪后盖行政院要做好的代志，立法院也故意要在咱干扰的话，安尼咱是毋是后盖做代志就会做无好啊？即种代志咱无讲无可能哦，是较早阿扁就上定看，顺府迄阵吼，阁是学生的阶段，迄阵定定咧看新闻，就是想讲吼，迄立法院阿扁迄阵的立法院吼，哪会逐工想要罢免总统啊？尔，逐工迄个立委就惊咧骂行政院长，好的台湾政策拢毋杀，所以顺府就感觉真痛苦。所以咱知影，立法院咱民进党也无摕到上最数的一半。后盖咱做代志着去用别骹别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真关键。咱这2020年上关键的时阵，咱毋通因为个人的偏差，也是讲咱个人的观念的关系，咱无要把这个政党票投予民进党，导致民进党的不分区起来的比例伤低啊！安尼国民党，咱知哦，国民党迄寡有问题是第4名、第8名、第10名哦。迄寡人啊，互伊做到立委，咱台湾真侪机密，真侪物件就会流出去哦。有人会讲，咱拢爱讲一寡恐怖的话，这一点仔拢袂恐怖。你有想过无？摕台湾的钱走去遐，再讲甲中国讲要安怎甲美国相争，这听了会惊袂？咱敢要去安尼甲伊支持？所以咱爱想清面对面。
顺武今仔要开即个时间讲即件代志，是因为咱知影真侪爱台湾的人，也是真侪疼惜咱台湾的人，因为咱有真侪理念上有即个差异，也是一寡实际的执行上有一寡差异的时阵，咱会无欢喜，想要互民进党一个架势。但是你敢有想看卖啊？毋是民进党的执政，台湾即马袂遮平安，台湾袂遮稳定。但是你可能因为一寡代志，咱较无得讨论的代志，咱也去架势着民进党，影响的就是啥？影响是咱后代的子孙啊。顺武一只要请求的拜托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我是一个30几岁的囡仔，吼，对于即个咱即摆时代来讲，我阁是一个囡仔。但是比我较少年家嘛真多，即个少年家后届就是要做伙甲咱换台湾，要照顾台湾的人。但是即个少年家有诶，佫无投票的权利啦，因为有诶是高中生啊，有诶是大学生啊，无一定即届投会着票啊。因是要认真诶支持咱台湾的时阵，伊无法度投票，嘛爱恳求咱诶时代，在咱台湾的机会留即个少年家继续，互咱爱台湾的人会使当选做伙做。毋通互维护咱的，也是要卖台湾的人去一咱台湾的政府内底，请求各位时代，嘛请求各位的晚辈，顺武一正特别要讲即件代志。票爱会集中互民进党，民进党的部分区一定爱先过半到后。政党票，咱也转互一寡较毋知影的组织，毋知影的政党，迄票啊无够比例，就变废票啊。咱毋通互家己的票变做废票，这是真重要的一个代志啦，吼。啊，顺武一只嘛要顺线拍一个广告啦，吼。咱11月23号是立法委员黄秀芳也甲咱蔡英文总统彰化市西区后援会的成立大会啦，吼。啊，办一道呢，办一个后车站嘛，彰化市后车站吼。自强路停车场啦，就自强夜市菜市仔对面啦吼。啊，咱也毋知用 Google 吼搜寻自强停车场就找会着，还是讲公园就找会着啊。透早9点半是后站吼，彰化市后站吼，自强路的停车场，咱要举办着彰化市西区蔡英文总统立委黄秀芳西区的后援会成立大会啦吼。邀请各位彰化、分园、花坛、河美的朋友会使做伙来参加。啊，过来11月24号，咱也带一中南的所在的好朋友，咱会使去参加红中一北斗的即个成立大会啦吼。啊，就是11月24号下晡1点，是永安街，就是永安夜市仔广场，咱要举办的就是蔡英文总统甲黄秀芳委员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啦！啊，即天真侪真重要的人，拢会来咱彰化，要做伙在咱总统加油赞声，嘛在咱委员黄秀芳加油赞声啦吼！啊，即天蔡英文嘛会来彰化市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礼拜日毋知要去倒，也是做伙出门。11月24拜日下晡1点，彰化市吼。永安街、永安夜市仔广场参加总统蔡英文、立委黄秀芳彰化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做伙来，做伙支持，做伙赞声。咱即年看会到迄韩国有讲迄笑话迄个心情，咱来即个竞选总部大声喊，在蔡英文、在黄秀芳加油，拜托啊！嘛真欢喜，一只甲听众朋友开讲，希望后摆阁有机会，谢谢。哪怕几哪自由，就会收听关怀广播电台。FM